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真欢喜有机会来甲大家分享。2年来，我加入教会中保代祷团，参与代祷的领受甲感动。每一礼拜，我登记1小时，进入教会10楼的祈祷室，认真学习，互家己成做一个清洁的代祷者。我放落一切的杂念甲挂虑，只用敬虔、服侍的心来为人祈祷。上头先，我会共读一段圣经，然后用关怀的心来读代祷卡的内容。进入代祷的时阵，我感谢主，伊保守我有份来做工。然后我将兄弟姊妹的忧伤、痛苦、困难，甚至因的感恩，一一排列向主来祈求。为着遐个顺从主、毋望主的祈求者，我出声恳求，我所献的是真切诚恳的祈祷。我常常目屎流规面，无法度停止。同时，我也将特别紧急的代祷内容记伫心目中。伫我每一日灵修的时阵，继续为因祈祷。我深深相信，迄个听咱祈祷的主，的确同在。伊守望咱，伊也真正看顾咱。伫2019年8月底，我接到已经移民法国50年的好朋友，伊发出真迫切的呼求，求主拯救伊迄个心中已经衰竭的独生囝。我心中非常的毋甘，我即刻甲伊伫线上祈祷，也将伊的呼求写入去咱的代祷卡中，邀请搁较侪的代祷者同心为因母仔囝来祈求。10月中，伊甲我讲，已经得到心脏移植手术的通知。我再搁一摆，同心跪落伫主面前祈祷感恩，求主看顾这个大大的手术工程。1个月后，我看见伊传来我因母仔囝笑容伫病榻的相片时，我搁较用感恩无比的心，献上满满的感谢。因为主听阮祈祷，因为主的怜悯甲拯救，互阮的愿望袂得落空。兄弟姊妹啊，即使你也伫咧寻找怎样亲近主，怎样服侍主，我邀请恁做伙来参加中保代祷团，进入祈祷室为人祈祷，你我拢会当是主耶稣的好同工。阿们。